大家好，我係喺《正義迴廊》入面飾演張顯宗嘅楊偉倫。但係就係佢憑住一份沉實、內斂有抑壓嘅演出，演活咗角色內心掙扎。導演何爵天話，俾阿倫睇完原型角色嘅片段之後，佢即刻可以分析角色一生嘅心理狀態。佢好了解個角色，同埋好 synchronize 到啊！佢好似一將所有呢個人嗰個前世今生都可以分析到出嚟，哇！好勁啊呢個！中學時期成日扮老師，模仿電視劇角色，最出名係扮笑星救地球嘅乜太，因為阿倫個樣確實係有啲似撐神廖偉雄。我好細個，我已經會扮乜太嘅中學生喎，即係叫做差型啦。唔止，仲有似其他人嘅。胡一菲啊、廖偉雄啊、Lex 啊、許志安啊、小夫、Simpson。會考成績唔理想，重讀1年期間，發覺自己真係要得起心肝，諗下第時會做啲乜嘢職業。直到有2位朋友揾佢去上明愛戲劇班，佢本住玩下啫嘅心態去報名，點知玩下撻着咗。讀完嘅時候就發現，我真係對呢樣嘢有興趣喎，先至真係開始向演員呢方面發展啦。阿倫發現自己真係中意演戲，決定報讀香港演藝學院。過3關，英文啱合格，最後成功入讀。演藝學院裏邊，佢識咗幾個後來影響佢演藝人生嘅朋友。嗰陣時我同白子同埋朱柏康都未係好熟，但係我哋係喺學校度一齊演出認識啦。白子同埋朱柏康，佢哋覺得好想搞個 band show 咁啱嗰陣時咧，我就係同朱柏康話同一個演出傾開偈，佢就知道我識得打鼓，我係好渣㗎喎。跟住佢話：唔緊要啦，一齊玩啫嘛。搞下就誕生咗一對佢哋口中嘅偶像男團組合。爸爸媽媽，我喺電視，你唔使再問我做緊乜嘢啦，你見到啦。2015年，憑住舞台劇《過戶陰陽眼》，咩個電話喺我手機度嘅啫？佢攞到第24屆香港舞台劇獎喜劇類最佳男主角。